我哋公司係叫做康巴適有限公司，我哋喺2023年成立嘅。嗱，其實咧我哋公司係專注呢個皮膚修復同埋疤痕修復嘅產品嚟嘅。咁現時嚟講咧，其實喺目前嘅市場，其實係冇一隻疤痕牙膠能夠好有效咁樣預防到疤痕嘅形成。因為其實嚟講，而家大部分嘅產品其實係專注於後修復期，即係話其實佢係等你個傷口完全愈合之後，然後先再應用呢啲叫做疤痕修復產品啦。但係當佢完愈之後咧，其實你個肉芽已經長出嚟。當我哋肉芽長出嚟，纖維化之後就成為你個疤痕。咁其實往往嘅消費者咧，其實係錯失咗呢個黃金嘅時間咧去修復呢個疤痕。例如我哋中國，我哋喺呢個剖腹產嗰度好多時都係個痛點嚟嘅。所以現時咧喺中國咧剖腹產咧，其實疤痕增生嘅問題咧，係現時嚟講唔單止中國，其實全世界都係一個問題嚟嘅。當剖腹產之後 ，OK 出現呢個肉芽增生形成疤痕，其實目前嚟講係冇一個好有效嘅方法咧能夠處理呢啲問題。而我哋嘅產品康巴怡係獲得藥監局批咗二類醫療器械備案呢個產品咧，其實就可以應用喺呢一個剖腹產之後肉芽增生嘅情況，就可以大大減低因為我哋咧主要嚟講咧，如果你應用咗我哋嘅產品喺個黃金期以內能夠應用我哋嘅產品咧，其實我哋好有信心，90% 以上咧都唔會出現呢個增生性嘅疤。又例如有啲人做咗嘅甲狀腺手術，好多時會喺個頸度出現疤嘅。呢個情況嚟講，幾乎超過95%做完甲狀腺手術都會出現呢個肉芽增生呢個情況。咁應用咗我哋呢個產品咧，其實可以大大減少幾乎可以完全避免咗呢個肉芽增生嘅情況出現。咁其實嚟講對於廣大嘅患者嚟講，呢個應該係一個好好嘅消息。